紧张、担心、惊吓，会拆毁基督徒的信心。咱敢若看到咱家己的烦恼，就无法度看见到上帝。咱若会通举起家己的十字架，上帝会赏赐咱快乐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啊！足欢喜，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我用一步一步来起造信心，起造信心会通讲咱基督徒的信仰的头一步。我去健身房有一届，最近教练突然甲我讲一项代志，就是我大概咱拢知影是大人拢真鼓励咱做啥物深蹲嘛，做深蹲嘛。各位兄弟，你徛起来深蹲看卖，你敢屈会落去？屈会落去，大家拢屈会落去，可能你屈落去就爬袂起来。你屈落，佫爬起来，我著屈落去了有爬起来无？有。但是迄个骹头虎起哩起啦，起哩起啦啦。你拢有甲我相款的经验。到一个会所爬起来的时阵好佳再爬起来，再爬起来规只骹咧起哩起啦，起哩起啦，就知影开始出问题啊！我就甲教练讲，我骹哪会安尼？伊甲我讲应一句话啦，伊讲你骹无力。我甲你讲，伊若讲我手无力，我接受；腰无力，我嘛接受；伊若讲我心脏无力，我嘛接受。但是伊讲我骹无力，我绝对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我是跑步跑20年的人呢。我毋是骹无咧动的呢，我毋是坐伫遐看电视。翘脚练喙手的人呢？我是跑步跑20年，伊甲我讲你的骹无力，所以我绝对无法度接受。我讲无你讲看卖是安怎骹无力？伊甲我讲一个，我踹一个。伊讲牧师啊，虽然你有跑步，可是我跟你讲你的腿很多的肌肉都没有用到。我敢有影？我安尼咧走呢？伊讲是。无，咱来试看卖。伊真正甲我比大腿，讲你用这出力看卖，我力完全出袂出去。迄个时阵，伊才甲我讲其实足侪人，伊身躯有足侪的力，从来没有出过，从来没有出过。伊继续讲，但是我大概讲。伊的反应跟你同款，唔相信，他都不相信。我一世人出遐侪力，哪有可能我有个所在无出来？但我是跑步跑20年的人呢，他有可能骹无力？伊讲，因为你大概跑步拢用固定的肌肉咧拍咧走，足侪力你无出过。结果就开始甲我练其他的力。伊讲你要专心用其他的所在来出力。有个人来教练佮他练的时阵伊有咧练啦，一面练一面咧画手机啊。有咧动啦，拢一面看，一面咧动啦。恁咧运动是毋是拢安尼？无安尼好。因为讲我是安尼袂使，因为你若一面咧动，一面搁咧滑手机你搁用相款的力咧出力。因为你的心、你的头壳无伫遐啦，你出的力拢阁是共款啦。哇！伊讲这个道理了，我踹一个，我得到足深的醒悟啦，真正得到足深的教示。头一个就是，咱抓准咱已经出力啦，但是其实咱有足侪力也未出来。第二项，除非你专心阁开始学习，你用新的气力，你新的力才出来力。第三，所以安尼，咱需要别人来帮助咱，看见到咱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力也未出来。无定你已经认为讲我已经做出来了，但事实上对于教练来看，你做侪力也未出来。结果伊甲我纠正了确实有影，我即摆苦落去，佫徛起来，无再起哩起来个，嘛真顺啊！亲爱兄弟。咱每一个人咧信靠上帝，嘛有无相款的赞助啊！
伫英语信有两个字 ，believe、trust。believe 咱家翻做相信 ，trust 咱家翻做信任。我想对真侪人拢真了解。总是你若搁家深家收落去的时阵 ，believe 甲 trust 其实是真无相像的赞处啊。对理解这项内容来讲，相信是对这项内容无一定有完全的理解，但是 trust 就是你完全的理解。第二，对时间来讲，相信有当时是暂时的，是暂时的，但是 trust 咧表示讲是久长的，是袂改变的，这叫 trust。第三，对行为行动来讲 ，believe 是敢若伫头壳顶，你相信你嘛接受伊讲的一项代志，但是 trust 是军队伊所讲的代志。一个是敢若头壳咧想，哦，我有相信，我有接受 ，trust 是有行动出来，才叫做 trust。最后一项，因彼此的关系 ，believe 相信甲信任。信任是比相信更较强，信任是完全的相信。所以你有愈来愈多相信到完全的相信的时候 ，trust 就出来啊。伫咱的圣经的中间，咱常常看到遐信仰的伟人，真有信心的人，因真有信心，总是事实上，因一开始对时间、对行动、对观念来讲。拢毋是安尼，因常常，因毋是一下就对时间来讲，毋是一下就有信心吗？因是一届搁一届加做一个 trust 的上，对上帝有信任的人，搁有伊对信仰的内容，毋是一届就拢完全了解，但是伊对 believe 相信上帝的话，愈来愈 trust， 到完全信任上帝的话，抑搁有。因嘛毋是一开始就行动出来啊，听了就去行动啊，常常毋是安尼。因一开始是敢若伫观念上有接受，到完全的接受了，然后因就行动出来啊。这个时阵就是对上帝 trust 信任，伫这个时阵才出来啊。圣经的中间一个上界出名的，对 believe 到 trust， 我感觉上出名啊，讲了上界详细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这个基甸啊，基甸伊隆重经过对上帝的信心，伊嘛试上帝3届，伊是不断对上帝的试验的中间，伊真做对上帝完全的信任，甚至行动的人。头一届，当上帝临到伊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背景是以色列人。因为因惊上帝看做歹的事，上帝甲因处罚7年，互因伫7年伫米甸人的手内伫遐受苦7年。迄个时阵有一天，基甸伫即个酒窟伫遐咧拍麦啊。照理讲，拍麦啊应该伫有较有风的所在，小可较平的所在，但是伊惊到米伫酒窟，而且较低的所在。而且伫遐咧拍麦啊，惊迄桥人去听到伊拍麦啊的声，所以迄个时阵，甲所有以色列人共款，拢真错。但是上帝话临到伊的身上，上帝话甲伊讲，耶和华要甲你同在，大能的勇士啊！结果基甸甲伊应讲，主啊，请你用我讲。上帝使者临到伊的时阵，伊甲伊安尼讲。上主啊，上主若甲我同在，是安怎？阮以色列人会过甲遮尔凄惨？阮的祖先有捌甲我讲，上主捌带我出伫埃及，遐个奇事伫倒位啊？古早发生遐个奇妙的事，今仔日伫什么所在？当上主已经放杀阮啊，将阮交互米甸人。伊的祖先捌甲伊讲过，讲古早行过真侪神者，但是伊毋捌看过，所以甲质问上帝的使者讲：你古早上主所行遐神者伫什么所在啊？
伊甲上主来质疑，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就甲基甸讲，伊就甲基甸讲，我要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，来脱离米甸人的手。我即摆就要找派你去啊！我就是要派你去。结果基甸真错，伊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用我讲，我哪有可能去拯救以色列人？我这个支派伫马拉西支派中是上界散起来，而且我阁是阮老爸厝里，阁是上界美势。伊惊到一直讲我袂使，我无路用，我的家族袂使，我是无路用的人，我是无能力的人，我是送乡的人，我啥物拢无法度做。但是上帝甲伊讲：我若甲你同在，你就要打败米甸人。基甸这个时阵做一个动作，伊就甲上帝讲：安尼好，既然你要呼召我，你讲我有能力，安尼我要甲你求一个证据。你爱互我一个证据，互我一个记号，互我知影，甲我讲话就是主。结果基甸就去准备山羊羔、羊啊山羊，而且无架饼，而且佫将肉放伫拿来内底，伊就去遐献祭。当献祭的时阵，对石盘有火出来，将伊的肉甲无架饼拢甲伊烧去啊！迄个时阵，伊讲一句话：主耶和华毋好啊，无好啊！我既然看到耶和华的使者，伊惊到，但是上帝甲伊应讲，伊甲讲惨啊！主耶和华无好啊！我见面看到耶和华的使者，以色列人因的观念认为看到耶和华就会死。结果上帝对伊讲：你放心，毋免惊。你放心，毋免惊。伫圣经的中间记载讲，你毋免惊。真奇妙，有人甲伊统计过，拢总365届。圣经的中间讲起你毋免惊，讲起着365届。毋知这是毋是拄啊好？咧提醒咱逐工拢毋免惊，365天拢毋免惊。结果伊献祭了时阵，伊将伊献祭迄个坛改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沙龙平安。上帝甲伊讲：你毋免惊。伊献祭了讲：耶和华平安，赐我平安。亲爱兄弟，信心的头一步就是得到平安啦。信心的头一步就是平安啦。信心的头一步就是得到平安啦。所以，咱不管是紧张也好，担心也好，也是惊也好，紧张同款的意思，胆寒心也是惊吓，也是较少的担心嘛。这包括什么？忧虑、担忧、看虑、操心、费心、苦虑。不管你用什么款的名词，伊的这强度有大有小，但是拢是咧讲起着咱的担心啦。惊吓搁较严重，畏怯、惊吓，也是畏缩、恐怕、畏惧等等这的。不管咱是含落这的物件的时阵，上帝互咱的信心的头一步，一定就是毋免惊，毋免惊。差不多在圣经中的人物因素，在学习信心的第一步，就是除去一切，不管你是讲紧张也好、担心也好、惊吓也好、看虑也好、操心也好，先除去了，这是咱得到的第一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紧张，或者是担心，或者是惊吓，会拆毁基督徒的信心啦。紧张、担心、惊吓，会拆毁基督徒的信心。你若咱若陷入这款的状况的时阵，咱敢若看到咱家己的烦恼，就无法度看见着上帝。上帝古早伫你的心中所做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你若一旦惊吓的时阵，你就已经袂记你了啊！
而且咱也伫惊吓、担心、紧张的时阵，将来上帝开的路要做的事，你一点仔都看袂到啦。所以为什么讲担心、惊吓、紧张是损害基督徒的信心啊？基甸所得到的信心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唔免惊，耶和华赐平安。咱甲正手边、倒手边安尼甲你讲好无？耶和华要赐你平安，耶和华要赐你平安，所以咱就爱拄起这个惊吓。说说你若惊吓中间的时阵，这个限制表示对咱基督徒，咱无会限制，但是限制表示我要对上帝祈祷恳求。你若陷入这个惊吓时，还是基甸，甲上帝求一个应景。主啊，我这个时阵真惊，真紧张，我要甲你求一个证据，求一个应景，请你互我知影，你甲我同在，拄起我的惊吓。咱会通学习基甸同款，甲上帝求一个应证。迄个应证带予咱一个确信，最大的改变是啥物？就是安尼。你本来当作无可能、无要做，我袂晓，变做有可能，试看卖，我会使。对无可能得到平安了，你会变做啥物？有可能，我袂晓，毋是祈祷了你就会晓。但是你袂晓祈祷了，至少你会讲，我试看卖。你可能讲我袂晓，但至少讲我会使。哦，我感觉这个宣告足好诶，从不可能变有可能，从不要做变成至少我试试看嘛。基甸就是讲，无我试看卖。伊甲上帝试看卖嘛，最后讲我不能，变成说我能够。当咱若开始安尼时阵，咱就渐渐脱离迄个惊吓，这是咱得到信心的第一步，真实的一步，我至少开始啊。然后上帝无互伊敢若停留伫遮，亲爱兄弟，请你注意看哦，上帝无互基甸敢若停留讲，我得到平安，我唔惊，无。刷落去，上帝开始叫伊去做一项事，叫伊去做一项事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迄暝耶和华吩咐基甸讲：拆毁你的老爸巴力所起的坛，将伊的五常安怎，甲伊破开。基甸就对伊的罗卜中间经10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伊的去行。伊因为惊老爸甲本城的人，毋敢伫日时行这个事，就是伫暗时来做这项事。上帝无互伊留伫这个平安，无惊吓。信心的第二步开始啊！第一步是无惊吓平安，第二步上帝叫伊去做一项事，伊惊吓的事，伊会惊的事，伊爱开始去做啊！即个伊真正有去做。伊真正有去做，所以我一直在讲一句话，亲爱的兄弟，所有的信心甲信仰，若无行出去迄步，拢毋是真的啦，拢抑个无实在啦。但即届基甸有行出去，伊去行，虽然伊个惊，但是至少有行出去，伊就真正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基甸对个罗卜中间跟10个人，伊虽然阁有惊。来惊至少招伴嘛，上帝无叫伊找人做伙去嘛，伊惊至少找伴嘛，毋敢去日时，今日是做时，互人去用围起来拍，无我暗时去做嘛。亲爱兄弟，你会惊袂要紧嘛，招伴做伙做嘛，无就是暗时人无看的嘛，会使去做嘛，只要去做就好，只要去做好，足无信心有去做嘛是做。足惊的时阵去做，嘛是做；怕甲无惊甲无胆的时候去做，嘛是做。绝对比无做搁较好。当伊开始做的时阵，伊就得到勇气啊！到落尾，
到落尾，伊去做了时阵，既然发生一项代志，既然发生了，伊家己的老爸，这是替伊老爸巴力的祭坛呢。到落尾，伊巴力既然家己徛起来，为着这个囝儿来辩护啊。既然发生这项代志，到落尾，有人就甲基甸号做亚洛巴力，意思就是讲，伊拆毁掉巴力的祭坛，伊要甲巴力来争论。这是第二届，第二届，这届最大的意义就是伊开始有行动出来啊。虽然真细步，不过伊开始行出来。第三届，上帝要互伊停留伫遮，这届。米甸人、阿玛力人、甲东方的人，拢组织要来对付着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继续呼召着基甸起来征战，继续呼召伊起来征战。伊开始起来征战的时阵，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人都对伊做伙来征战啊。但是基甸有惊无？这届毋是干那去听迄个神明呢？迄个神明袂起来甲你相拍冤家呢？神明是袂讲话呢？伊上个甲你搅乱尔。但即届是真正是敌人联军起来要来甲你相拍，是真正，迄是生甲死的问题啊！基甸照常会惊，但是伫惊的时阵，伊同款甲上帝求一个记号。上帝啊，我会惊，但是我会知影你甲我同在，请你，我会将规领的羊毛放伫遐。你若互伊今仔日放，一旦边仔拢打，安尼我就相信。羊毛的所在，当落水淡去，但是边仔拢打。真正发生啊！伊讲甲上帝求，上帝即届是油门是大边仔拢淡的，当落水的时阵，结果上帝拢照伊安尼去做，上帝就吩咐伊，等于领受上帝即款的记号的时阵，伊就真正照上帝所吩咐的。即届，伊去烧台的时阵。伊本来传22000人，上帝讲伤侪人啊，减做1万人。上帝佫感觉真侪人啊，最后减做300个人。这互咱真深的提醒甲反省。基甸伊去学习的，伫即项上界困难的事，伊学习着头一个，伊经历着圣神甲伊同在；第二，伊佫甲上帝求应证；第三，上帝要做叫伊做一项。超过人法度所做，伊免真侪人，上帝要互伊能力甲开力。结果伊去烧台的时阵，伊就一面画，耶和华甲基甸的刀，耶和华甲基甸的刀。哦，我感觉即句话画了足好诶。各位兄弟，甲我做伙念一遍好无？耶和华甲基甸的刀，耶和华是耶和华要同在，基甸的刀是基甸的能力。伊的刀代表伊的能力，所以基甸的第三个挑战又做几项事。伊虽然嘛惊，但是伊甲上帝求一个记号。伊虽然惊，又行动出去啊。等于开始烧台烧阵的时阵，真正上帝互伊较赢，互伊较赢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，无期待咱每一个拢成做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咱每一个人，伫甲基甸同款，拢伫无相款的坎站。你有可能从来毋捌经历过上帝甲你征战，第一步，至少第一步你会通行出去。即使你是一个已经常常经历上帝的人，你应该进一步行到第二步，毋是干那平安尔。你若还搁伫惊吓的人，你需要上帝互你一个印记来得到平安。但是你若常常伫平安的中间的时候，你应该开始甲上帝祈祷，讲上帝，你互我经历到你的能力，我要来做一项小事。你若常常经历上帝甲你同在，
祈祷得到应允，你应该继续甲上帝祈祷，上帝我要来经历更较大的事。所以伫遮头一步，确信上帝已经拣选我；第二步，咱都要拄起一切家己惊吓的想法；第三步，顺服去做一项小快的事，经历上帝的能力；第四步，靠上帝的能力去成就更较大的事。咱的教会有一个姊妹，洗礼无偌久，真正洗礼无偌久。我最近听到伊的分享，真感动。伊讲伊甲伊的妈妈，伊的妈妈有真大的冲突，观念上嘛无共，所以伊甲伊的妈妈差不多半年无联络啊。因为妈妈大概拢会教伊一寡足奇怪的事，伊感觉对伊真大的损伤，甚至嘛损害到伊甲人的关系，损害到伊的婚姻。所以，伊就甲伊妈妈保持半年的时间无做伙。但是有一摆，伊听到牧师咧讲道时阵讲，咱若会通举起家己的十字架，上帝会赏赐咱困难。我们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上帝会给我们力量。等伊听这句话的时阵，伊明白伊的妈妈就是伊的十字架。伊的妈妈就是伊的十字架，所以决心迄届，伊决心要转去甲伊的妈妈和好。伊足惊的，甲基甸同款，足惊的。伊嘛会惊，伊惊若阁甲伊妈妈恢复关系了，伊妈妈阁会亲像古早同款，一直甲伊念，一直甲伊骂，一直甲伊灌输一寡无好的观念。伊足惊的，足惊的。甲基甸同款，但即届，伊真正去做，等于敲电话互伊妈妈。邀请伊妈妈做伙食饭。既然伊的妈妈敢若变另外一个人啊，对伊非常的好，对伊嘛无搁再亲像以前同款的态度，甚至嘛无像以前细细念灌输伊真侪真无好的思想。伊就伫迄天，甲伊的妈妈伫半年无见的中间，甲伊的妈妈来恢复关系。今仔日，伊甲伊妈妈甲妈妈甲囝的关系搁较好。亲爱兄弟，这不是什么大见证啊！这不是什么病得医治的大见证啊！这嘛不是讲赚大钱的大见证啊！但这都是咱所需要的见证啊！行出信心的一步，搁一步，搁一步。咱的信心就会甲基甸同款，愈来愈有信心。愿上帝祝福咱，一步一步来起造咱家己的信心。上帝必然伫咱行出迄步的时阵，行遐的时阵，甲上帝求一个应证，上帝会帮助咱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，你爱阮起造信心的脚步。阮常常含落甲基甸同款，面对着头前的困难，我嘛好亲像基甸，秘伫酒窟啊，伫遐咧拍麦啊，惊人知，惊人看到阮，但是主，你要甲阮宣告，你要甲阮同在，阮要成做带领的勇士，阮会通成做一个甲主你同在的人，因为耶和华你要甲阮同在，祝福每一个兄弟。愿意行出迄步，当因来求印证，行出迄步的时阵，愿上帝你的灵甲因同在，愿安尼祝福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